坐落喺觀音堂對面嘅新明治小食店，係一間專為智力障礙人士提供就業培訓嘅場所，令到學員透過工作訓練增強自信心，融入社會。新明治主要係為16至45歲嘅輕中度智障人士提供職業培訓同埋輔助就業嘅，透過實際嘅訓練啦，協助佢哋公開就業，融入社會嘅。咁我哋係2002年成立嘅，最初嗰時咧，大眾都唔係好接受殘疾人士咧做食物啦。之後咧，即係經過多年嘅努力啦，到而家咧都得到客人嘅支持。主要係提升佢哋嘅自信心啦、責任感啦、社交能力同埋溝通能力啦，掌握社會上面嘅一啲資源啦，令佢哋更好咁樣融入社會。學員透過訓練可以發揮所長，喺服務客人嘅同時，亦都感受到滿足感。好開心咁樣係啦，送外賣啦，幫佢分冷茶啦，幫你掃地啦，跟住就送文件啦。新明治小食店由2002年營運到依家，已經24載，慢慢被大眾接納，仲收穫咗唔少市民嘅支持添。